要做一個靚魚蛋出嚟咧，首先要明白個概念先嚇。第一，魚蛋唔係要嚟打嘅，千祈唔好聽啲人亂咁講嘢嚇。打係打唔到魚蛋嘅嚇，魚蛋係要嚟煎嘅。第二，煎嘅時間真係要小心，一定要用陰力嚇，你唔好大力擠落去，因為好容易咧，你一大力嘅時間咧就擠到佢受傷，一受傷嘅時間咧佢就會起泡，佢唔係外邊起泡，係裏邊起泡先抵死喎。第三呢樣嘢係好重要，點解有陣時我哋食啲魚蛋全部係粉啊，全部係硬刮刮嘅咧？就係因為佢唔健康，佢蛋白質唔豐富嘅時間咧咁佢就要落好多粉啊，落好多嘢嚟去做個魚蛋先得啦所以一定要選擇蛋白質豐富嘅魚，然之後先可以做到一個靚嘅魚蛋。你就100%用魚肉就可以做到個魚蛋。